再来看高雄哦，灾情嘛真严重，有业者是讲这风台就互因损失500-600万。伫高雄基顶海边仔的装置艺术嘛，互风雨拢吹甲倒去哦，现场是真惨。无前记者所在位置是高雄基顶，现在嘛咱看到这风力是非常的强，昨暝经过海葵风台影响，来造成一些地区拢有传出灾情。可能海边的基顶风力是真强，因为就咱看到加露出来倒去，连基顶路也过土方厝嘛会互风吹倒。洛阳区业者表示，这摆风台是比顶摆多数类风台严重3倍以上，大概有7成的布棚拢受到影响，业者是真无奈。顶届杜苏芮基本上是甲外帐的毁损啦，吼，即届包含阮规顶的帐篷，包含骨架，包含内帐，拢受到真严重的损失。这大概是杜苏芮3-4倍以上的损失，差不多7成以上的帐篷拢受到影响。总共的损失超过差不多500-600万以上。毋但洛阳区受影响，平常时民众来到基顶拢会翕相留念的装置艺术，全部拢互风台来破坏。根据当地民众表示，伊无拄过遮尔大的风。毋捌这大，阮昨暝拢也无困，家厝又很热啦，厝搭看花，我早起来看花，拢无啥紧张。海葵风台扫过高雄，大风大雨嘛造成高雄市区路树倒落来缀着民众汽车，而且嘛有规排树仔拢互风吹倒，来致使规条路拢袂通。根据高雄市政府的统计，全市拢总将近200丛的树仔来倒落，市府嘛当咧清除当中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